边的湿地还在余温。庙可能是从这边进去的哈。庙要从哪里进去？哎呦，蜈蚣阵啊！我有看到蜈蚣阵啊！我看看吼，我看几堆啦。那边也有船哦。啊！今日竟然要去蜈蚣阵哩！哎呦，晒乌鱼子吗？真的嘞吼，晒乌鱼。现在是一块。啊，这里是将军哦。啊，金昆生是将军的哦。金昆生是将军的。将军是指那个清朝的施琅将军，施琅收台湾。